而家監管越嚟越嚴，違規一次平均成本成1480萬美金咁誇張。你哋嘅合規團隊係咪仲係靠人手睇政策、砌審計報告，每年燒咗幾百萬人工，但突然嚟張罰單，搞到業務要停擺嘅風險仲係避唔到？AI Comply 會自動讀晒啲複雜法規，幫你變做可以即刻執行嘅規則，主動發現潛在違規問題，慳翻幾百萬甚至過千萬嘅罰款同業務中斷損失，風險降低咗7至8成。金融同醫療機構特別受惠，以前要幾個月先發現嘅 AML、KYC 或者 HIPAA 問題，而家即刻彈警報俾你，真正做到防患於未然。唔使再花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去人手執證據、寫報告 ，AI Comply 自動幫你出可追溯、企得住腳嘅審計報告，完全符合監管要求。審計準備時間快咗7至8成，合規部門人工成本慳咗4成以上，每年幫公司慳幾百萬行政開支，令你哋可以集中精力做策略性嘅風險管理，涵蓋金融、醫療、法律、HR 等多個範疇。AI Comply 幫你杜絕人為解讀出錯，準確度大幅提升，審計信心強咗好多，人為判斷失誤同食罰單嘅情況大大減少，你嘅公司從被動應付變成主動跑贏，競爭力更加強，同時成個營運風險都降低晒。即刻預約 AI Comply 企業演示，開始你嘅低風險高回報合規新時代。